自信，所以美麗是我自卑都放低。今晚最後一晚嘅答謝會嚟到呢一度就係最後嘅一隻歌。我好想親耳聽到大家喜唔喜歡同埋滿唔滿足今晚嘅答謝會啊！我希望得到大家最大力嘅掌聲，俾我幕後嘅團隊。呢個掌聲係屬於你哋，希望大家都滿意我哋喺呢幾日為大家拍片嘅呢一個答謝會。嚟到最後一日啦，下一次就係正式嘅阿咪嘅演唱會再見啦！喺啟德，我喺度提醒大家，你手上面張飛記住 keep 住下，因為如果你選擇繼續睇嘅話，將來正式 You and Me 演唱會就係憑你手上面嗰張演唱會門券入場嘅。咁但係仲有另外 option， 你哋都可以選擇退飛。咁退飛或者保留你張飛，繼續睇阿咪嘅演唱會，你哋翻屋企慢慢諗啦。演唱會嚟到呢度真係要同大家唱埋最後嘅呢一句。咁同埋呢一個會場就有一個規矩嘅，如果一開咗大燈咧，咁係artist 同埋所有工作人員唔可以再企上呢個舞台，所以喺呢一刻我唱埋呢一句，我就要翻去後台㗎啦。你哋要盡情影相啊！呢件衫靚唔靚啊？呢度要特別多謝呢件衫嘅設計者 Thomas Chan， 俾啲掌聲 ！Thomas， 我着住呢件衫嘅時候，我好感動。琴日喺後台睇住你拎住呢件衫，一針一線咁樣去修補一啲你認為可以再完美嘅地方。我覺得好感動。其實要成就一個 show， 幕後真係好多好錫我嘅人付出咗好多嘅心血。我記得 Thomas Chan 有一年喺我開演唱會嘅時候，佢啱啱生成，但係正係我演唱會，佢真係冒住自己好辛苦，一邊生成，一邊為我打造唔同嘅造型。所以 Thomas Chan 呢件衫今日着喺我身上，個意義好大，好多謝 Thomas。演唱會嚟到呢度，真係唱埋最後一句，大家要好好咁翻屋企，乖乖地。咁我哋唔知幾時嚇，而家都未申請到期。下一次我哋再喺啟德度見啦，好嗎？多謝大家。因有自信。我自卑都放低，在半空之中親你。不管身世，My God！